就是老人一场B2口出来往右拐呀，3分钟就到了，你就开玩开拍呗。你记没记住你玩完出来你打个车呀，8分钟，这不就到了吗？你就开拍呗。你记没记住拍完你继续打车10分钟，这不就到了吗？你就开拍呗。你记没记住你拍完继续打车9分钟，这不就到了吗？你就开拍呗。你记没记住你拍完你顺着海边就一直走呗，10多分钟就到这儿了，你就开拍呗。你记没记住你在最后打1次车10分钟，这不就到了吗？你就开拍呗。你记没记住你